兒童樂園係小朋友快樂成長嘅園地，可以同家長一齊盡情體驗互動遊戲帶嚟嘅樂趣，有助家庭和諧親子同樂。今次嘅個案可能係近10幾年澳門區首間新開嘅室內兒童天地，面積大約5000尺，遊樂設施區約佔咗3000尺，分為3歲以下嘅兒童專區、遊樂區、休息區同埋派對區4個部分。呢個中心去年11月底開始營業，到而家為止已經有3000個會員，3名青年合力投資接近200萬，而家回本近60%，每個月營運成本大約10幾萬，基本收支平衡，希望2年內可以回本。其實當初我哋開呢個生意之前，我哋其實都諗緊就係本澳現時一個休憩嘅地方唔係好多啦，而大部分嘅公園呢都係喺一個露天嘅情況之下，咁好多時都會受天氣嘅影響啊，夏天就比較熱，冬天亦都比較凍，落雨又玩唔到，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咁嘅概念呢，就希望打咗一個室內嘅一個兒童嘅遊樂嘅地方呢，去提供俾我哋嘅會員呢去玩咯。咁而我哋個場最大嘅特點，亦都係因為我哋唔係淨係俾小朋友去玩，亦都係透過一啲嘅設備去增加父母同小朋友之間嘅一個互動嘅關係啦，從而令到佢哋可以除咗打機以外，咁可以訓練下佢哋嘅體適能嘅方面嘅條件啊，同埋最主要都係增加父母之間嘅一個親子關係咯。青年企業家協會表示，同近年流行嘅室內遊樂場地，例如足球、滑雪、棒球場、遙控車場一樣，由於租金同埋地理環境關係，以工廈為選址。由於比較新穎同埋澳門活動場地比較缺乏，一般都能夠維持。今次個案係兒童室內遊樂場地，澳門某個博企亦都有提供類似嘅設施，所以競爭都唔細。尤其唔可以喺硬件上面直接比較，因為博企嘅兒童遊樂場地都係配套，硬件上有嘅係資源，但係服務上則沒有太多，例如興趣班、產品售賣等等。所以今次個案中嘅企業如果能夠增加相關嘅服務，或者可以突圍而出。其實如果我哋擴充嘅話呢，我哋主張就開分店嘅，咁就比較搞一啲比較有主題少少嘅場所咯。我哋可能建立翻自己嘅品牌啦，我哋想會有一個教育意義咧，去帶領小朋友去做一啲活動啊，或者角色扮演啊、職業技能啊咁樣嘅概念咯。中銀中小企服務中心認為，個案中嘅企業目前只透過會員同埋 Facebook 作宣傳，其實可以增加目前較常見嘅微信、公司網站作為宣傳渠道之外，亦都可以揾學校、社團又或者係慈善團體合作，通過舉辦小朋友嘅遊樂比賽等更多嘅家長認識，同時借助傳媒報導增加場地嘅曝光度，亦都可以凸顯中小企嘅社會責任。目前呢一類型嘅行業逐步發展，因為雙職家庭比較多，唔少創業群睇準呢一點，所以市場存在競爭。個案中嘅企業收費較同業高，主要優勢係在於經營嘅面積較大，但係遊樂設施基本無異，客戶容易同其他同業比較。企業可以考慮學生上課較少人使用嘅時候，增加面向未入學小朋友嘅開放托兒服務，因為有較多遊戲設施可以俾小朋友遊玩，或者咁樣可以創出一條新路。其實我哋好希望咧，日後有機會可以打造到咧一個澳門嘅主題樂園啊，或者一個譬如假設一個水上嘅樂園，其實我哋都好有希望可以參與到呢一啲，尤其是而家外都嘅一個發展項目，其實都係關注於一個兒童嘅一個文化創意產業嘅嘢。咁我哋好希望能夠提供到我哋嘅意見或者我哋嘅建議，去點樣去為澳門嘅小朋友打造多少少嘅呢啲嘅休憩嘅地方，甚至乎希望可以係幫政府或者係喺一啲嘅社區入邊再增多一啲嘅呢類型嘅遊樂嘅點，去俾澳門嘅服務翻澳門嘅小市民咯。澳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企業管理與市場營銷系副教授劉丁紀博士認為，喺之前一個關於嬰兒產品嘅案例提過，新品牌可以考慮共同品牌或者係品牌聯盟嘅方式，同其他不同業者合作，迅速提高自己嘅品牌地位。例如係咪能夠同知名教育公司或者教材公司合作，強化互動遊戲中所能帶嚟嘅成長同埋教育意義，並且加強呢方面嘅宣傳。另外都可以推出多層次而且具針對性嘅特色活動或者比賽。另外，只要經營能力許可，定期更新遊樂設施、開分店、入去公屋群都係好合理而且正確嘅方向。